再来看台南市北区的中华北路甲河尾路口车是真多，附近有黄昏市啊，有不少汽车的驾驶为着方便就违规临时停车，机车拢爱闪车，是真危险哦。有民众不满讲警察拢无会管，也毋过警方是讲已经有在加强执法咯。民众甲影片就望过了12路口，因为这个车路边啊停几排汽车，经过这个路口的机车骑士拢爱切过中央的车路，啊，毋过同一个方向的汽车车流量嘛真大，造成这个交通看起来是真危险阁乱。民众控诉警方拢无咧执法，真的很危险，路很小，行人、三轮车、汽车、大卡车，然后砂石车、客车全部都在一条路上。等到现场，警察当咧执行交通疏导勤务，针对违规临时停车无法度款道的，就当场开单。现场就伫咧台南市北区的中华北路和河尾路口，因为附近拄好有一个下坡市啊，车真塞，路边阁有几排店家，真侪民众开车来到这，因为方便，就甲车直接临时停伫咧路边。停一个2分钟、3分钟啦，啊，若要才食，我就叫去后壁停车场啊。方面咱得爱顾掉的，啊，一方面别人安全爱共顾。除民众110检举外，亦派员加强该路段巡逻驱离及取缔。本年度迄今计取缔违规停车1809件。警方强调，这路口本地就是管区内底重点的执法路段，警方提醒用路人爱加注意，唔通因为方便就违法临时停车，那因为安尼造成车祸，驾驶恐惊就要负事故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